来看 G20 的高峰会，初九要伫印度起稿，不过这邀请帖仔内底，印度的国名煞改做布拉，就是印度梵文的名称波罗多。外界咧叫可能印度是要改国名。另外，印度政府是开美金1亿来操办 G20 的峰会，为着试用的美元煞甲散车区拆掉，引起百姓批评。印度的穆迪政府一直拍拼要甲英国统治期间留落来上场，为印度的城市景观、政治机构、甲历史册内底刷走。不过外界咧又也有一步要做，可能是上大条的。穆迪本人定定用巴拉德这个梵文名代替印度。印度人民党的成员嘛爆发起改国名的运动，要来摆脱殖民思维，回归本土。伫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的进程，有消息讲，总理穆迪送予各国领袖的正式满宴邀请函，以巴拉德总统取代印度总统，引起外界改国名的猜疑。Mr. Modi and the BJP are definitely using the G20 summit to for their electoral gains and for political advantage. 印度媒体消息讲，穆迪政府会伫9月下旬召开国会特别会议，提出改国名的决议案。伫无共作业、无共政治立场的团体之间，引起真大的争议。另外一方面，穆迪政府开1亿美金，用1年的时间筹备20国集团高峰会，要打造欢迎强大的形象。总领到2000多万的新德里，几啊年来有真侪民众寄居伫无规划的市区，变作垃圾的贫民区。为了饲养的美元，当局伫4月初1到7月27之间，拆除49个乱建区，收回政府用地229英亩，居民拢安置去围困社区。一个单间1个月厝税要2500印度卢比，引起民怨。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。